来看公司台语台戏剧《咸水大饭店》今仔开始翕《咸水大饭店》的剧本哦，是进前农委会副主委戴正尧的故事，是一段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过程，有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卖。祈求人员平安、拍片顺利、收视关拜。众人家向诚心拜，祈求顺遂。公司台语台新戏《盐水大饭店》13开镜。盐水大饭店的故事是以前农委会副主委戴正尧的故事为主题，讲台湾民主化过程基层民众的故事。伫讲因的无奈啊，奋斗的过程，甲失败，甲上尾啊找到家己的路。时代戏剧上困难拢是景啊，甲考据嘛吼。啊，甲演员的台语，这拢爱经过真大的训练。演男女主角的周耀仁甲吴祖辉表示，挑战台语戏剧上困难的是要安怎甲剧本的文字用较口语、台语开的方式讲出来。因为文字不是文字，不过咱若要甲伊讲出来的时阵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，要安怎甲这个台词会当像平常时啊，咱咧开讲安尼。好比讲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该做说啥啦，哈啦。台语台台长李东熙表示，除了今年的盐水大饭店，台语台所来逐年拢有新的台语戏剧推出。台语戏剧的精彩，希望大家做阵参与。记者郭文良随桃园报道。